過去1年多 ，Death Network 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嘅資助，舉行叱咤風雲計劃，透過一系列有意義嘅活動，同全港中小學師生及家長攜手實踐低碳生活，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嘅挑戰。嚟到活動尾聲，我哋將以一場精彩嘅慶典活動，為呢個計劃畫上圓滿句號。當日呢，我哋會總結整個計劃嘅成果，回顧幾千名嘅學生同埋公眾人士共同創造嘅低碳足跡，並向參與學校頒發電子證書。現場將舉行低碳稻草人桌遊比賽，俾同學們喺趣味遊戲中展現環保智慧。來賓亦都可以欣賞得獎攝影同文宣作品，特設嘅綠色創意手作攤位，俾你親身體驗將廢物升級再造嘅樂趣。每位出席者更有機會獲贈環保桌遊一份。你哋嘅參與係對呢項計劃嘅最大鼓勵，亦都係對環保教育嘅重要支持。多謝。我要減少